才甲咱讲，你爱离相，离相呢，你无去动这个心念的话，哦，伫人事物来讲呢，你无动于心，伫迄个当中你就你就是离相，哦，你就离相，啊，不，伫世间内底免啊离相啦。刚才咱到即块厝嘛有相，免啊离相，只是讲你不要执着去互伊牵引去。所以讲起来呢，伫即个当中你刹那不住，你今仔听着一个人甲你骂，你会做生气的，做生气啊！哦，啊，你若我讲拄我紧，哦，你啊当作咧笑歌的话，哦，你若安尼真正的迄个境界有够悬啊！其实咱慢慢就是要学到即种的境界。啊，为虾米？因为咱会去处做的因为我，我去互你偏去呢，哦，啊，我去互你安怎去呢？哦，啊，我安互伊安怎去呢？哦，你就是言假为真，所以伫遮甲你讲言气成空为真实。啥物是言气？啥物是言气？哦，河汉啊所恶长，这叫做言气。我本来就恶长嘛，哦，啊，我即马恶长言气，放弃成空，本来就没有的啦。我正讲安尼，咱做这动作，咱会意会着即个言气成空的因缘。哦，因为我本来手无地嘛，我即马是地放弃安尼尔。